习这个世间法，就世间法。我们呢，能够好好的把人呢最基本的道德做好，那以后的道路啊一片光明。那么这一章呢，我要提醒大家，不必言而言，是谓多言。你不必要说嘛，不需要讲啊，这个场合不是适合你应该提议的，那么你不必说，但是你偏偏要说，偏偏要说，逞能啊，逞能。要暴露自己的才华，各位，那这样子不该讲的地点、不该讲的对象，你不应该说的，那偏偏你就要讲，你想要说，是谓多言，你多的，你就是根本就是多余的，就多余的，你不必说，不必说。所以各位要注意，多言会招怨呐，你话太多了，话太多，你不知道它会招来很多的埋怨。大家对你也不好感，没有好感，大家都会讨厌你。为什么惹人生气？就是因为我们太多话了，太多话了。各位，这一定要注意，要慎言，谨言慎行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话有用的话，要给人家鼓励，给人家方便，给人家希望。各位啊，给人家大家带来欢喜。各位，话我们一定要这样，讲了一大堆的话。千篇谎言，一大堆编造出来的话没有用，没有用，对自己的灵魂污染了，而且伤害到众生。所以太多不该说，你去说叫多言，多言就会招怨，招来埋怨。不当言而言，你不当言，不该说你说了，不该说的你说了，那你就是妄言嘛，妄语编造的，是你杜撰的，是杜撰的。不是一个真实性，没有真实，不真实的话，各位就是不该说。就如果你说了，就是妄言嘛。这个是跟事实离得太遥远了啊！是你自己呀，口不择言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这样叫做不当言，不应当你说的，但是你愿意说，这叫妄言。妄言为什么？惹祸嘛，招惹很多的祸端，很多的灾难。各位。你看，你欺骗了别人呐，欺骗了你看到，你说没看到，知道吗？你说了嘛，你做了，你说我没做，但是你偏偏都是一直在骗，会招来很多的惹祸，惹来这个祸端呐，祸端会惹来。为什么？各位，很简单的道理，很简单的道理，因为你的人格破产，大家会不尊重你，对你讲的话不当一回事。以后你走到哪里，大家不欢迎，就惹祸了嘛。就是因为不当言而言，你惹祸了。所以各位，这一句话是不是要提醒大家，我们要小心呐，我们要谨慎呐，啊，我们的心态上应该要有所认知啊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很重要。这一章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